Sir 遇上 Dr. Max。自從得到神奇筆，每一日都有人拎不同嘅禮物嚟俾筆主，換取更多嘅知識。因為神奇筆嘅關係，大家除咗學識溝通，仲學識擊退疑難、獨立思考。但係與此同時，紛爭亦都出現啦。有部分人認為神奇筆應該係條村嘅公共財產，唔應該由筆主一人獨吞。好彩，突然有一位智者出現，提出神奇筆應該由全島最聰明嘅人嚟保存。點揾呢？佢哋搞咗一個問答比賽，決定神奇筆嘅去向。我介紹一個阿 Sir 俾你認識啦，佢就叫做筆 Sir。筆 Sir 嘅教學方法咧就神奇啦，所以好多小朋友都叫佢做神奇魔法筆。神奇魔法筆好過爹哋，好過媽咪，因為佢 on call 24小時，你隨時揾佢教你都得㗎。而且佢發音標準，仲要你問佢幾多次，讀幾多次，佢都唔會發懵疹嘅。今時今日科技咁發達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懂得自學先至係最佳嘅學習方法。神奇魔法筆就係你最好嘅老師啊！筆 Sir